杨帅哥，你觉得这个中山咖啡好吃啦？一般性。哎呦，黄叔叔也觉得一般性呀。哎，味道嘛不怎么样。哎，这个流程复杂了，吃2杯这个冰美式切的是切的了，要预约了，要没有了，哦，要搞死了。哎呦，杨帅哥，这个赶紧导航，附近还有厕所。黄叔叔一吃咖啡就想上厕所了。哎呦，不来上了，哎呦，走。你好，先生，请留步。目前我们听虚轩已经预约满喽，我们需要提前1周预约的哦。啊？什么不是，小伙子，小帅哥，我不是来喝茶的，这个我导航过来说这边有个厕所的，我要上厕所啊，你要住在哪里啊？先生有所不知，这里是苏式雅致如厕空间，听虚轩，也就是私人厕所。没错，我是这里的主理人石梨头，这边需要帮您做预约吗？你叫什么东西啊？就死里头啊！杨的可这名字的刘哥的。哎呦，这个把了个车来的！哎，帅哥，我活了60年了，叔叔，这个第一次听说上厕所要预约的，现在这个怎么乱套了，乱来了都！刚刚吃杯咖啡要那个预约，我已经等着的，你这个厕所要预约吗？简直乱来了！先生，如果您不着急的话，不如我先帮您做一下预约，您看怎么样？我们听虚轩的预约已经排到了下周3，不如我就帮您排到下周4下午2点，那会儿下午阳光正好，主影映在窗纸上，如厕体验绝佳。哎呦，死里头啊，你不要跟我预约了！哎呦，我肚子撑不到下周4了，还预约了。这样，死里头，我也不跟你多烦了。你要多少钱，我付给你啊！我现在立刻马上要上厕所，我背不牢了。理解，毕竟人有3急嘛。先生这边看您是比较着急哈，那我也可以给你偷偷开后门哦。我们这边单次体验呢，98元一次啊，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包年3888元，包年以后不需要预约哦。请问想要哪一种呢？什么东西啊？98块钱啊！你抢钱了，你这个乱来了！我操，包死呀！我上个厕所呀，还包年了，包什么年了？哪个13点会包你的年了？我就上个厕所呀！先生，您又有所不知了。来，请您移步跟我过来。来，先生，您看，我们听虚轩呢是专门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人而准备的，墙面是用太湖石打磨而成，地面铺的全是老苏州金砖，踩上去不滑，还隔音。草纸也大有讲究，用的是100%顶级木浆纤维，柔软至极。来，先生，再到这边来，你用耳朵听到了吗？我们如厕的时候还能听到竹帘外的流水声，让你如厕更加的顺畅恬静。稍等，再用鼻子闻到了吗？我们的香薰也是可以4季变化而更改的，春有碧螺香，夏有荷花香，秋有桂花香，冬有腊梅香，帮你拥有绝佳极致的如厕体验哦。哎呦，好，停，好了，不要介绍了，死里头啊！哎呦，这个名字一叫更想上厕所。死里头啊，这个你再高档，我真的憋不住了，叔叔啊！我现在就一个要求，叔叔要上厕所。先生，您说的没错，我们听虚轩呢也会有相对人性化一些的应急通道，针对像您这样比较着急的客人呢，我们只要另加50元就可以了。这边148元，请您扫码支付。怎么还要加50块钱？你这个趁人之危啊，死里头！你不能这样子抢钱，这样做生意啊！5块钱最多给你5块钱，最多了。那看您这边价格觉得还是太高，不太能接受哈。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选择叫囊中羞涩痰盂罐，一次性的哦，30元一次。请问先生您有需要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死里头啊！我这么大个人，你让我用痰盂罐啊？你这个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请问您这一声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想要痰盂罐呢，还是想要包间的先生？死里头啊，叔叔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了。杨帅哥，回家。还擦什么擦？我擦的坑子烂了，这一把。